来看宜兰县大溪乡的打口溪哦，水头因为有饲猪场排废水，造成溪水污染也真严重，味阁真歹。地方是希望讲会当设处理的设备来解决问题。打口溪溪水氨氮浓度真悬，是宜兰县污染上严重的河川，不时真臭。原因就是水源头养猪场排放的垃圾水。大溪三面湿地生态丰富，主要过路三面五中排水、养猪垃圾水，再个排入去南尾溪，避免垃圾水直接流入去打口溪。有民众讲，当地环境原来得到改善，后人认为这对降低打口溪污染效果有限。我觉得河川真的保护多少都需要，都需要。对啊，对啊，有这样的需求。就是尽量情况可以的话，他们设备可能要再加强。这样。是，这附近会有很多猪屎味的。现在没有了，现在都已经禁掉了。为了彻底解决打口溪污染问题，有民代建议在三面湿地建设氨氮处理场，因为除了养猪垃圾水、家庭垃圾水，嘛是打口溪污染源之一。我们也希望在这一任的县政府里面，我们可以一个有效的计划，一个真正可以落实的计划，我们来解决得知口溪的问题。当然，氨氮处理厂只是其中之一。那目前我们还是在持续的争取中。那如果依目前中央的状况，如果争取不到的话，我们也会看有没有其他的经费可以来做争取。县政府表示，已经向环境部争取9800万经费，在打口溪进行氨氮下检计划，希望在三面湿地加一寡石头的工法，让生物调伫石头下检有机物。按过环境部无甲打口溪列作全国需要优先处理的7条污染河川，无大补助经费，县政府会透过其他管道持续向中央争取计划经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